那我们以掌声欢迎他。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平安。非常感恩今天晚上能够再一次跟你们站在台上分享神的话语哈。感謝神借着周牧師給我這個機會，能夠在這裡服侍神。我可以講廣東話嘛？今天咁好感恩啦！我哋有 FGB Brothers 在我哋嘅當中，亦都多謝我蒙福小組嗰啲組員，仲有平恩堂嘅會友嚟到我哋嘅當中。我哋胡拉港教會歡迎你啊！其實我哋嘅胡拉港教會咧，由招待員咧到牧師，大家都彬彬有禮嘅。所謂我哋上梁做得正咧，下梁就唔會歪啦。咁上個星期咧，我哋嘅周牧師咧就喺聚會結束嘅時候咧，佢就歡送啲會友翻去咧，佢就拜拜咁美鞠躬。咁我覺得我哋嘅牧師都好謙卑啊！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向佢學習。俾個掌聲我哋嘅周牧師先。咁我講呢個接落嚟講一個笑話俾你輕鬆下啦。話說有一個牧師咧，佢就好似周牧師咁樣，禮拜日崇拜過後咧，佢就喺門口嗰度同啲會友講拜拜再見。咁咧佢就見到一個好耐唔見嘅弟兄，佢就同佢講：哎呀，弟兄，你應該嚟呢度參加祈禱會啊！你要做基督嘅精兵啊，天國嘅勇士。呢個弟兄就回答講：我已經係天國嘅精兵，天國嘅勇士喎。牧師就問佢：點解我淨係喺復活節同埋聖誕節先見到你嘅？跟住個弟兄望住牧師細細聲話：其實牧師，我係臥底嚟嘅，即係嘅特務，你睇唔到佢。所以你哋要常常嚟聚會啊！如果唔係，牧師就以為你哋成為臥底啦。好，咁樣言歸正傳啦。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呢個主題就係缺乏進入豐盛。咁我相信咧喺人生當中咧。多多少少，喺每一個階段，我哋都會遇到啲缺乏嘅，因為人生有唔同嘅季節，你唔同嘅季節入邊唔同嘅缺乏，而且而家嘅社會咧，你次次聽人哋講3個字嘅啫，我好忙，唔得閒，冇時間，冇閒情，係咪？其實我講緊我自己嘅。世界上咧分成4種人啊，一種係有錢冇時間，一種係有時間就冇錢，一種係冇錢又冇時間，一種係有錢又有時間。咁你哋想做邊一種人？做第4種人係咪？其實我哋基督徒要做第5種人。我哋有錢有時間有耶穌阿們啊！有錢有時間嘅人太自由啦，太自由啦，同人哋打工嘅係咩人啊？同人哋打工嘅係邊種人？冇錢又冇時間冇工作做嘅人咧，就有時間但係冇錢。咁樣瞓喺醫院嘅人咧，有錢冇時間，但係有錢又有時間嘅人就去咗旅行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有錢有時間有耶穌，咁樣就可以繼續服侍神啦同你隔離前後左右嘅我，左右嘅人講，我要盡心盡性、盡心盡性盡意服侍神。哈利路亞。OK， 我哋大家一齊開聲嚟讀今日嘅主題經文。詩篇23篇1節，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腓立比書4章19節，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嘅都充足。好，我哋先做一個開聲嘅祈禱先，先做一個祈禱先，開始嘅祈禱。哈利路亞，係嘅天父上帝，我哋滿心嘅感謝你，多謝你讓我哋今日大家都可以嚟到呢度一齊學習你嘅話語。神啊，正如聖經所講嘅，你必照你嘅榮耀嘅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我哋一切所需嘅都充足。我哋因為靠着加給你又俾我哋嘅凡事都能夠做。聖靈啊，今日你恩膏你嘅僕人，恩膏我今日所分享嘅道，求聖靈繼續運行在我哋嘅當中。完全嘅掌王權，觸摸我哋每一個人嘅心，
祈求聖靈嘅光繼續光照我哋，讓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俾你吸引，亦都得着你，讓我哋知道我哋能夠靠耶穌基督得着豐盛嘅生命。我將以下時間仰望交託，係奉求主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們。咁我想請問一問，缺乏係乜嘢呢？其實缺乏就係自己認為喺某一方面不足夠，或者係冇。有啲人缺乏錢，每一個月都做月光族，月頭嚟嘅時候薪水左手嚟右手又出，到月尾嘅時候已經所剩無幾啦。咁有啲人呢就缺乏家庭嘅愛，佢就會覺得屋企人缺乏和諧嘅關係啦，唔關心佢啦。咁有啲人缺乏同事朋友，係覺得人哋藐視佢啦，覺得人哋睇唔起佢啦，甚至排擠佢啦。有啲人覺得個心係好唔踏實嘅，佢哋缺乏咗平安同埋喜樂。咁可能教會有啲就啱開始定係咩，就缺乏啲會友啦，缺乏啲同工一齊服侍啦。感謝主啊！我哋嘅平安堂從以前嘅缺乏就已經踏入豐盛，阿們嘛，阿們。缺乏其實可以指好多方面嘅，你可以缺乏喺資源入邊啦，喺時間方面啦，喺物質方面、能力方面，或者係你嘅情感方面、工作方面等等。可能你缺乏工作經驗啊，或者你喺情感上缺少啲愛心啊、耐心啊。但係而家嘅社會咧，大家咧通常都缺乏物質啊，其實你真真正正去諗，你覺得我哋係咪真係有缺乏啊？阿兄，你有缺乏冇？阿兄，兩個夠咗啊？我睇 Iris 冇缺乏啊，5個，唔夠啊，仲要生啊！哇，生養眾多啊，真係感謝主啊！其實有時你覺得有啲嘢係咪有缺乏，但係你仲過得到佢嘅喎，你跨得過嘅喎。有時你覺得，哎呀呢個月我薪水好似唔夠咁，計嚟計去7、9、80咁樣都唔夠，但係你又唔要餓肚嘅喎，上帝會差派天使嚟幫助你嘅喎，你都有屋住，仲有車揸，今日邊個係都唔使自己揸車，都有人帶過嚟嘅。你又好啦，幸福啊！所以你冇缺乏嘅嚇。我咧就自己覺得我係好缺乏時間嘅，24小時都唔夠我用嘅。因為其實我嘅 time management 咧係有問題，所以我要提高我嘅管理時間嘅能力。呢個係現代人嘅通病，佢哋次次同你講：哎呀，我唔得閒啊，我好忙啊，好忙啊！我同你講一個笑話，我一個朋友，佢好中意養寵物，但係因為佢太忙。所以佢就揀咗養隻烏龜，跟住佢就同我講：烏龜容易養，好慳時間，好慳心機，唔使點樣去養，擠啲水，俾啲食物佢就 OK 咗。咁有一日，佢老婆咧，佢出咗門去做工，佢老婆咧就同我講：哇，你知唔知啊？好驚啊！我屋企聽到唰唰聲喎，唔知咩事喎，揾嚟揾唔到喎。原來嗰隻烏龜想走佬啊！佢被韞喺一個好大嘅缸入邊，係咪？入邊冇水，又冇食物，佢就喺個桶入邊氹轉。佢太太同我講嘅時候，哎呀，我笑到我講一個人可以忙到咁樣啊！個烏龜真係個水都乾埋啊！所以係咪我就講，哇！而家啲人啊，真係好缺乏時間，真係要有 time management。其實一個人有冇缺乏呢？係喺佢嘅思想、佢嘅信念嘅。咁你睇喺腓立比書教導我哋要靠主常常喜樂，保羅叫我哋要靠主常常喜樂。雖然呢個腓立比書得4章，但係咧保羅就講咗16次嘅喜樂。所以保羅咧係要鼓勵腓立比書嘅信徒們咧，要靠主企得穩，要以基督嘅心為心，一齊去效法呢個耶穌嘅。嗰陣時嘅時候咧，喺羅馬嘅監獄佢仲寫呢一封喺咁嘅環境之下，佢仲可以寫呢一封喜樂嘅信。嗰陣時嘅監獄唔係而家咁好受啊，唔係好似住喺 VIP 咁樣自出自入咁自由啊，係一個好折磨人哋嘅地方。監獄係一個冇自由嘅地方，係入邊咧啲人咧係好痛苦嘅。咁你喺監獄入邊冇咪話講食一餐好㗎啦，想食一餐飽嘅，我覺得都有啲困難。入邊冇而家咁樣啊，有嘢食啊，又冇 aircon。
但係咧，保羅咧卻可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寫呢封信，換着我哋係佢，你認為你做得到嗎？係有啲難嚇。其實保羅喺監獄入邊咧，佢擁有基督嘅心在佢嘅心入邊，所以其實佢覺得佢冇任何嘅缺乏，因為喺基督入邊咧，佢覺得係一無所缺，佢有滿足，佢有喜樂，佢緊緊嘅依靠神，捉住耶穌。咁多年嚟，佢都為神做緊呢個工，佢都話靠着嗰個俾佢力量嘅，凡事都可以做。所以保羅嘅心入邊係好豐盛，係冇缺乏嘅，佢樣樣都有。所以咧，佢就講，佢就講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借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所以保羅佢嘅信念同埋佢嘅態度係咪係向住耶穌嘅？咁多年嘅服侍，佢相信上帝都有供應佢。喺佢沉船到俾人收入監獄嘅時候，佢依然緊緊嘅捉緊神，佢依然對神嘅信心係有嘅，所以咪覺得自己係一無所缺嘅咯。其實呢個世界物質唔會帶俾我哋安全感嘅，因為呢一啲嘢咧，以後都會過去嘅。就算你將你嘅專注力，你將你嘅家人、朋友、人際關係都好，如果你將佢哋睇得比神更重要嘅話，換句説話講，以後如果佢哋唔喺你身邊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好迷茫，你就會覺得缺乏啊。所以我哋要學習保羅咁樣，無論面對咩問題，佢都話佢得到呢個秘訣。所以保羅嘅秘訣咧，就係我哋要嚟到神嘅面前，將所有嘅問題、憂慮、重擔交給神，透過祈禱、感謝同我哋所要嘅講俾神聽。同神恢復呢個關係，讓神嚟掌管我哋嘅生命，我哋就 steady 步 BB 啊，淡淡定定有錢剩啊！OK， 我要大家一齊讀呢個經文啊！大家大聲咁樣讀神嘅話語。1、2、3，腓立比書4章11節說：我並不是因為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情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盛，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是隨在，我都得了秘訣。保羅佢知道係喺任何嘅情況之下，佢都可以得到呢個秘訣，就係有耶穌在佢嘅心中，佢就一無所缺。咁我哋又點樣呢？我哋又點樣呢？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咁我哋又如何從缺乏到豐盛呢？呢個就係我今日嘅主題。咁我哋嘅第一點，我哋要有豐盛嘅思想同埋信念，因為我哋嘅神，我哋係神嘅羊嘛。耶穌嚟到呢度咧，就係要叫我哋得生命，甚至得到更加豐盛。大家一齊嚟讀呢個。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得更豐盛。你知道我哋嘅神係豐盛嘅神，你知道我哋嘅神係可以用5餅2魚嚟餵飽5000人嘅神，甚至咧仲剩低好多零零碎碎嘅，裝滿12個籃嘅。神可以無限咁樣供應俾我哋，超越我哋所想所求。神亦都知道我哋係有限嘅。但係我哋亦都知道神係無限嘅，佢可以供應俾以色列人喺嗰個曠野中，佢叫摩西帶佢哋出嚟，供應俾佢哋嗎哪，供應俾佢哋水，仲有軟珠，仲有河珠咁樣帶領佢哋行前面嘅路。所以上帝唔會俾佢哋死喺曠野嘅，上帝會超越我哋嘅環境，佢會供應我哋身體嘅需要，亦都滿足我哋嘅心靈。但係有時我哋嘅缺乏啊，我哋又諗，哎呀，我冇呢個，我冇呢個，我冇呢個。所以你咁樣諗，你就會限制咗神嘅作為在我哋嘅心入邊。我哋嘅心如果係覺得好枯乾，神會用佢嘅愛再一次嚟滋潤我哋嘅心，將我哋入邊嗰啲枯乾再次咁樣去充滿我哋，將一切嘅缺乏都可以變成福杯滿溢嘅。佢可以將嗰個乾旱之地啊變成肥沃之地。所以我哋嘅思想要轉過嚟，
我哋唔會再覺得我哋有缺乏，我哋嘅思想要由缺乏轉成豐盛嘅思想同埋信念。你要常常宣告講，你嘅生命係豐盛嘅，因為生死咧係喺舌頭嘅權柄之下。我哋講嘢要講有豐盛嘅説話，我哋要宣告豐盛嘅説話，唔係宣告嗰啲負面嘅説話，唔係宣告嗰啲唔造就嘅説話。大家一齊講，我有豐盛嘅生命，因為我有耶穌。再大聲啲講，我有豐盛嘅生命，因為我有耶穌。係啊，上帝聽到咗。我舉個例子俾你聽啊，一個缺乏，我舉幾個例子俾你聽。一個缺乏信念嘅人啊，有缺乏信念嘅人，同埋一個有豐盛信念嘅人，佢哋會有唔一樣嘅反應喎。同一樣嘢發生，佢哋會有唔一樣嘅反應嘅。好似一個缺乏信念嘅人，雖然佢身邊好多人，但係佢心入邊依然係好寂寞嘅。一個好豐盛信念嘅人，就算身邊好少人，佢都會覺得好喜樂嘅。一個缺乏信念嘅人咧，佢哋就會覺得，就算佢有知識，佢都唔會同人哋分享嘅。一個豐盛思想嘅人咧，佢都好願意同人哋分享嘅。一個缺乏嘅人咧，佢又會懷疑自己嘅思想，驚有一日俾人取代。咁一個豐盛思想嘅人咧，佢會相信人，佢亦都希望人哋會過得比佢更加好。缺乏思想嘅人咧，佢會掌握自己嘅資源，驚失去。但係豐盛思想嘅人，佢會覺得我同人哋分享資源，因為佢相信我所分享出去嘅嘢咧，會有更多嘅翻嚟，祝福都會入嚟。我曾經記得有一個牧師咁樣分享過，我淨係睇過一個紀錄片，嗰啲原住民啊捉馬騮嘅時候啊，佢就將一粒椰子咧挖個窿，跟住個馬騮個手咧就啱啱可以擠入去嘅啫。掹出嚟擠入去 ，OK 嘅，冇問題。跟住咧，佢就將幾粒花生擠喺嗰個椰子入邊。咁個馬騮見到花生喺椰子入邊，就會哇好開心，就將個手擠入個椰子入邊捉嗰個花生。但係當佢捉個花生嘅時候，因為佢唔肯放手，佢嘅手就大啊嘛。佢入去嘅時候容易，出嘅時候佢捉住個花生，佢就出唔到嚟。當佢出唔到嚟嘅時候，佢就俾人捉咗啦。所以咧一樣嘅，如果你一味活喺咁樣缺乏嘅思想入邊，係咪？我哋就好似我哋嘅拳頭咁樣，一味捉住。當我哋嘅我嘅拳頭捉住，我哋唔肯放嘅時候，係咪？你有冇諗過，你唔肯放嘅時候，咁祝福點樣入去咧？但係當你打開手嘅嗰一刻，你會收得到更加多上帝嘅祝福。如果我哋關閉咗我哋嘅思想，我哋永遠都覺得唔夠，我哋捉得更緊啊！我哋失去嘅可能會更加多。所以詩篇23篇1節佢講：耶和華係我的牧者，我不至於缺乏。我好中意呢句説話。點解呢？因為我知道我擁有耶穌，我就會擁有全部嘅嘢。一個人嘅思想係可以主宰你嘅人生係缺乏或者係豐盛嘅。如果你係一味封閉咧，你要上帝點樣祝福你？耶和華係你嘅牧者，你係唔會缺乏噶嘛。我哋嘅神係可以祝福我哋，超越我哋所想所求噶嘛。佢嘅恩典係夠我哋用噶。當我哋需要嘅時候，佢知道嘅，佢只要我哋依靠佢，我哋向佢祈禱。其實一個引起嘅物質缺乏啊，係好真實嘅。冇錢就真係冇錢嘛，冇得講噶嘛，係咪？物質缺乏真係缺乏嘅。但係當你相信你嘅神係供應你嘅神，你就要有一個豐富嘅思想、豐盛嘅思想，咁樣神嘅恩典啊、恩惠啊、祝福啊，都會追隨住你嘅。OK， 大家一齊讀呢樣嘢啊！呢個就係腓立比書4章18到19節，1、2、3。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收了你們的饋送，當作佳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的都充足。其實保羅喺監獄嘅時候嗰陣時，佢有缺乏冇？佢物質上佢有缺乏冇？我哋出邊啲人睇可能有，心靈上有缺乏冇？
出邊啲人睇以為有，佢有自由冇？失去自由。但係保羅卻講咗呢一句，佢有咗呢個秘訣。頭先我俾你睇咗嘅，我們知道怎樣處卑賤，怎樣處豐盛，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他靠着呢加給了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為佢認為基督在佢嘅心入邊，佢就唔會有缺乏，佢要有嗰種不斷咁樣嘅喜樂同埋平安，所以佢會寫呢個書信俾佢哋，一面叫你哋要喜樂，你哋要喜樂，常常喜樂，常常喜樂，鼓勵嗰啲菲利比嘅信徒們。而且如果你有讀呢個菲利比書，佢得4章嘅，你有讀佢講，我的佢嘅心入邊擁有耶穌基督為至寶啊！至寶即係最珍貴嘅寶貝。所以喺先前講，以為對佢有益嘅嘢，而家因為基督都認為有損嘅，同埋去睇萬事當着有損嘅，佢已經丟棄萬事，看着糞土，為要得着基督。佢愛神可以愛到咁嘅地步，無論生或者係死，佢都總要叫基督在佢身上照常顯大，因為佢活着就係基督，死咗就有益處。佢講佢離開呢個世界，同基督一齊同住，都係好得無比嘅一回事。所以我哋弟兄姊妹，可唔可以以保羅為榜樣呢？好似咁樣嘅信心得唔得呢？好叻㗎，阿兄好叻，可以試萬事當着有損，好似糞土咁喎，得冇？OK， 我哋第2點就係、我哋由缺乏到入到豐盛，我哋就要相信神嘅應許，要順服神嘅帶領，要信靠神嘅應許，順服神嘅帶領。OK， 呢個咧就係講嗰陣時，耶穌去到個湖嗰度去揾嗰個彼得嘅。我喺度讀你哋聽。耶穌站在瑟尼撒勒河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神的道。他見有2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着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就牽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便呼召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2隻船，船繩子要沉下去。你睇呢個咁 play 下。到水深的地方，你和你的同伴下网打鱼吧。哦，我的老师，你知道我们忙了一夜，却一无所获。但照你所说的，我这就去下网。雅各，约翰。快划过来！快来帮忙！快来！不行啊，快点！船已经装满了。够了！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不要怕，
從今以後，你們要得人如得魚。OK， 喺呢個故事中，識捕魚嘅人係邊個？係耶穌定係彼得？梗係彼得啦，係咪？佢係漁夫嚟嘅。耶穌淨係一個 rabbi 嚟嘅，係一個教師。其實我相信嗰陣時彼得嘅心入邊諗，耶穌淨係一個教師，佢都唔識捉魚啊。但係佢相信耶穌喎，佢亦都順服耶穌嘅指示去做。西門講佢成夜勞力並冇打着什麼，但係當佢依靠耶穌嘅説話，佢哋落網嘅時候咧，結果個網咧就閃些裂開，差唔多裂開晒，同埋啲魚咧都裝滿成塘船，兩隻船甚至要沉落去。弟兄姊妹，你有睇到嘛？呢個關鍵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信服神嘅帶領，同埋相信神嘅供應。一開始嘅時候，彼得都已經收起個網，佢哋喺度曬網，收起個網咗。嗰陣時，彼得冇捉到魚，佢嘅思想係缺乏嘅，佢冇精打采嘅，連個魚毛仔都冇打到，間魚夾一間 bilis 都冇攞到一條。但係佢願意俾耶穌上去嘅船嘛，係依靠耶穌嘅吩咐，將個船開到水深之處，打魚嘅時候咧，魚網就裝滿晒全部魚。嗰陣時，彼得好開心。嗰一刻，你嘅思想係豐盛嘅，佢好高興，佢亦都好驚訝。彼得做唔到嘅嘢，耶穌係做得到嘅。因為嗰日彼得打唔到魚，佢嘅思想係缺乏嘅。耶穌就讓佢嗰日就覺得好豐盛。你要知道，我哋嘅上帝係掌管一切嘅，掌管天氣，掌管佢所創造嘅一切嘅。所以一樣嘅，只要你願意俾神使用，就好似彼得咁樣，佢俾嗰趟船俾耶穌去使用，耶穌一樣會叫一大群魚圍住佢嘅船。如果我哋願意俾神使用，耶穌一樣會叫好多嘅祝福同埋福氣隨住我哋。只要我哋專心咁樣去尋求去依靠佢，相信佢嘅帶領，同埋我哋都相信佢嘅供應。所以我哋就會好似得人如得魚啊！頭先耶穌有講得人如得魚，因為我哋嘅神係耶和華以勒，佢係為我哋預備嘅神，佢係供應俾我哋嘅神。先知以利亞喺逃難嘅時候，喺饑荒嘅時候，耶穌都神都有叫烏鴉啄啲肉啊，啄啲餅俾佢食，仲有俾水去飲。嗰個喺列王紀下17章嘅啦。無論如何，我哋都相信我哋嘅上帝係供應者，我哋嘅神係唔俾我哋嘅環境所限制嘅。所以保羅有講嘛，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所用的一切都充足。其實我都有一個見證嘅就係頭先我所講嘅，我哋需要相信神嘅供應同埋順服神嘅帶領。咁喺今年係2025年啦。舊年2024年嘅12月咧，我喺10月5號嘅時候一個單都冇開過。咁我哋呢啲做富貴代理嘅人咧，有生意就有 commission 咯，冇人做提早計劃咧，我哋就冇 commission 咯。咁我下個月就會食谷種咯。咁因為咁啱遇到咁啱遇到1月就係我哋嘅農曆新年啊。如果我12月我冇 close 單，我1月係咪係攞2梳蕉去探我姐嘅啫，攞2梳蕉去俾牧師嘅啫。因為我過年我需要用到錢，咁12月嘅時候，12月中落都已經15號啦，我就跪低祈禱，我同耶穌講，我講12月係聖誕節，全世界都慶祝緊你嘅誕辰，但係我就褲袋穿窿，我講天父爸爸，你可以俾我一份禮物嘛？因為我過年需要用到錢，保動靜啊15號。12月18號，我朋友嘅媽打電話俾我，係啦，我覺得係咪我想做事前規劃喎，你可以嚟睇我冇？哇，我好開心喎，我就去揾佢咯。咁樣當年係嗰日係佢幫我簽咗個單，喺度叫佢朋友幫我簽咗單，嗰單就已經2單，雖然佢哋係公期嘅，但係我依然感謝神，非常感恩。
我相信呢個生意，呢兩單生意係上帝賜俾我嘅，所以我就繼續咁樣祈禱。到12月24號教會冇活動嘛，25號先有活動嘛，所以到24號晚我都好得閒。我一個朋友咧細個仔嘅打電話嚟，我嚟 KL 喎，你得閒同我食飯冇？我就講 OK， 我就同佢食飯咯，同佢食飯傾下，佢就講我覺得係咪我要買，我要支持你啊！哇，我就好開心喎！你講你聽日嚟揾我，去我呢個朋友屋企，我就去佢個屋企，佢聽日就即刻幫我簽，仲俾 cash 我。佢俾 cash 我，公司就 release full commission 俾我，我就好開心，好感謝主。跟住佢話：你聽日去揾我個伯啦，喺樹班嘅，我都叫佢買埋。哇！佢幫我招生意喎，咁我真係哇哈利路亞啦！我好開心喎。咁我哋一齊食飯，有一對夫妻好老嘅，佢冇出聲，同埋佢有好多意見啊，講東講西，我又冇駁佢嘴。講下咪講佢嘅仔喺日本，跟住我個朋友。其實我朋友幫我嘅，我朋友就同我講：係啊，你仔喺日本，如果有乜事嘅話，係咪？佢都嚟唔切嚟處理你嘅事啦，你都係幫佢啱買喎。佢哋兩個我傾下 ，OK 啦，又俾 cash 喎。哇！我就講哇，過年有紅包啦，牧師，過年有紅包，我就好開心喎，我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嗰陣時係咪一日入邊簽4單銷，第2日又簽2單銷，係咪？我嗰種心情啊，係興奮到無法形容。我一直感謝神啊，一邊揸車一邊感謝神供應我嘅需要，供應我需要。嗰陣時已經係18號交單，19、20號啊，我剩低幾日啫。12月31號之前一定要就 close 單㗎嘛。點知每一日都係人哋打電話俾我㗎，我冇自己出去揾人。呢個打嚟，呢個打嚟，一對夫婦。12月31號之前，我喺12月入邊做咗14單，我都唔知又點啊！我哋將呢度俾上帝一個榮耀嘅掌聲啊！最後一單係最好笑嘅，佢喺 Airport 打電話嚟，你講我要幫你賣喎，我講你可以俾 IC 我，你可以入錢俾我，我到咗英國先入錢俾你得冇？我講唔得咯，梗係唔得咯，31號咗嘛，佢就叫人幫佢搞掂咗佢。所以呢啲唔係我嘅功勞，真係上帝嘅功勞。我睇住神嘅手喺咁短嘅時間入邊，可以幫我 close 14單 sales。1月嘅時候，當我嘅團隊頒發嘅獎項俾我嘅時候，我冇諗到，我喺12月可以做最高嘅業績嘅副總監，同埋最多 case 嘅 service director， 榮耀歸主，仲係打破咗我哋公司有史以嚟1個月嘅銷售，1個月入邊可以 close 咁多 case 嘅代理員。嗰日我上台嘅時候，我真係將呢個榮耀歸俾上帝。因為我真係好感恩，我12月真係好缺乏，我真係好缺乏。但係我唔結婚啦，我冇放棄，我依然祈禱。所以雖然時間嗰陣時有限，我好爭取機會為主做嗰個見證。其實我不愛哭的，我是覺得很感動啊。有時要吃飯了，對不對？真係榮耀歸主，嗰陣時上帝嘅供應係超越我所求所想嘅，所以上帝不斷咁樣堅定我嘅信心。雖然嗰陣時我見到我嘅經濟缺乏真係好真實㗎，但係當我哋祈禱嘅時候，上帝真係聽到。我好感謝身邊嘅一啲天使喺我缺乏嘅時候都有供應我，有幫助我，因為我知道呢一切都係上帝為我所預備嘅。所以我真係相信頭先我所同你哋講嘅第2點，信靠神嘅供應，信服神嘅帶領。所以呢個係我第3點，就叫做施比受更人更為有福，要活出祝福嘅生命。OK， 是的。來，大家一起讀啊！我凡事給你們做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這話是真的。個人要隨心本
做地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所以上帝係祝福我哋嘅神，佢知道如何咁樣將嗰個魚帶到彼得嘅船，佢亦都知道如何供應我哋嘅需要，所以我哋要做好我哋嘅本分，應該納1/10就要納1/10。上帝係睇我哋嘅心意，唔係多定係少，所以我哋要學習撒一種很慷慨嘅分享，先至可以活出一個祝福嘅生命。因此你經歷咁豐盛嘅生命呢，唔淨係為個人嘅滿足嘅，你經歷呢啲生命係要讓基督嘅愛透過我哋嘅生命流露出去嘅。所以耶穌基督係教導我哋，佢講我嚟了是要俾羊得到生命，並且得到更豐盛。所以我哋做一個基督徒，我哋要活出愛人愛神嘅生命，呢個係一個屬靈嘅法則，一個屬靈嘅法則嚟嘅。當我哋願意出去幫助更加多嘅人，無論喺金錢上，無論喺行為上，無論喺愛心上，無論喺關係上，我哋嘅心靈會得到更加大嘅滿足同埋內心嘅喜樂嘅。我從細到大呢，我父母都係俾我呢個教導，施比受更為有福呢個真理。就好似我哋有一首歌《一粒麥子》，如果不跌在土裏，它怎麼會長出更多的果子？好似一個大樹咁樣，佢有結出嗰啲果子，你要分享出去㗎嘛？你結出呢啲果子，你唔分享出去，呢啲果子咪難咯，咁就好可惜啊！咁喺呢個世界呢，世界所講嘅人，世界人所講嘅幸福唔係你擁有得多，而係你計較得少。但係喺屬靈方面呢，我哋係覺得，若要一個人過一個豐盛嘅人生，我哋就要成為人嘅祝福，我哋就會經歷神帶嚟更加大嘅祝福。呢個第4點，亦都係我最後一點，就係與基督連結，活出豐盛嘅生命。我哋由缺乏去到豐盛，就與基督連結，活出豐盛嘅生命。詩篇23篇1節，頭先有讀過嘅，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同埋約翰福音15章5節講，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藏在我裡面，我也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夠做什麼。所以係好重要嘅，我哋要活出同基督嘅生命係要一齊連接嘅。只有唯有我哋連接與基督嘅生命，我哋嘅生命會更加嘅豐盛。因為呢度有講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不至於缺乏啊。所以亦都代表當上帝係我哋嘅牧者，佢帶領住我哋嘅時候呢，無論係我哋內心嘅需要，或者我哋物質上嘅需要，或者我哋情感上嘅需要，上帝都會供應我哋嘅。因為佢係我哋嘅牧羊人，佢會引導我哋，佢會帶領我哋，佢會保護我哋嘅。所以當我哋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哋救主嗰一刻呢，聖靈已經住喺我哋入邊啦。我哋已經承接了耶穌基督入邊嘅豐盛，所以我哋要常常連接於耶穌基督為我哋生命嘅主宰。佢會管理我哋內心嘅生命，讓我哋可以有平安、有喜樂。所以其實缺乏同豐盛係要睇你嘅內心。你個內心豐盛，你睇咩都係靚嘅；你內心缺乏，你睇咩都係唔係幾好嘅。所以當我哋信咗耶穌之後，我哋要脫下我哋嘅舊人，脫下我哋呢啲舊人，着上我哋嘅新人。我哋啲老我，我哋全部要釘喺十字架嗰度。但係你講脫下舊人，我哋舊人係好多嘅，我哋着咗好多件衫喺身上，所以要不定脫下呢啲咁嘅舊人，呢啲舊壞習慣啊，呢啲老我啊，呢啲唔討神喜悅嘅嘢啊，或者係嗰啲 habit 啊，全部都要釘喺十字架上。以前保羅都係逼迫基督徒㗎嘛，就係當佢喺迦瑪斯嘅個路上嗰度咧，遇見呢個復活嘅耶穌，佢就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嘅大使徒。所以當我哋信咗耶穌之後，我哋就要效法保羅咁嘅榜樣，我哋要活出基督嘅生命，要常常喜樂，無論係逆境順境，點樣處卑賤，點樣處豐盛，佢嘅秘訣就係在基督裏得滿足。所以我哋每一日要用啲時間，花多啲時間喺神嘅面前，喺耶穌入邊，喺度親近佢，聽佢嘅祈禱，我哋要同佢祈禱，與耶穌同行，我哋就可以經歷一個豐富嘅人生。我哋心入邊呢，就
就會好滿足㗎，因為我哋都會成為人哋嘅祝福。呢個係我嘅結論啦。咁我嘅結論呢，從豐盛到同缺乏入到豐盛嘅步驟呢，就係呢個4個步驟。第一就要擁有豐盛嘅信念。第二，你要信靠神嘅供應，信服神嘅帶領。第三，施比受更為有福，活出祝福嘅生命。第四，同基督連結，活出豐盛嘅生命。求神掌管我哋嘅心思意念。我將以下嘅時間交俾牧師。原來過年前嘅錢用唔晒，用唔晒講俾我聽啊！我好把握現錢啊！感謝主，平安教會呢，真係一間豐富嘅教會。你喺呢度成為平安教會嘅會友呢，衣食住行肯定係冇問題。如果你遇到呢啲在生活上嘅問題，你可以嚟揾我。衣食住行呢，教會係豐盛嘅，屬靈上你都冇擔心。我哋已經6、7位嘅牧師在不久嘅將來都有3位牧師要加入嚟揾我我都驚一下。所以你睇下，連屬靈上咁多個牧師，每一個都係碩士位、學士位。所以從你嘅肉體生活到你嘅屬靈生命嘅生活，你都唔會缺乏嘅，因為平安教會係屬於神嘅，咩？係神所建造，神用寶血買贖。平安教會嘅牧羊人係耶穌基督，因為我哋時常敬拜嘅係耶穌基督，因此呢，耶穌基督所有嘅豐盛應許呢，都會發生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係咩？肯定嘅。好啦，詩篇23篇講俾你聽乜嘢呢？大衛王佢點樣信靠神，帶嚟佢嘅生活，點樣從屬肉體嘅生活到佢屬靈嘅生活，都係豐盛嘅，福杯滿溢嘅，甚至呢祝福到佢佢望拉你一睇佢講神嘅恩惠慈愛同追住我，哇！呢一種嘅見證不得了。牧師時常講死無遺憾我相信我臨死嗰日我都要大聲講我望後一望，哇！神嘅恩惠慈愛隨住我，呢個係我哋期待，在我哋臨終嘅一日，我哋願意去把榮耀歸俾主嘅。好啦，大衛王呢，在佢少年嘅時候，佢係一個牧羊人，所以佢少年嘅時候，佢去牧養佢嘅羊群，佢知道呢啲羊點樣先能夠豐盛起嚟，點樣先能夠不缺乏，點樣先能夠當野獸嚟到去攻擊要食佢嘅時候，邊個可以救佢哋？邊個可以咧引導佢哋？佢就把呢個牧羊人咧描寫為我哋嘅耶和華上帝，就把羊群咧描寫為每一個信徒。所以在呢個詩篇23篇咧，佢就俾我哋睇到一隻羊佢需要嘅肉體嘅生命嘅生活需要呢個牧羊人都會照顧佢。第二，佢會遇到敵人喺屬靈嘅戰爭上，你都唔使怕，因為呢個牧羊人手上有佢個竿，有佢個杖，佢可以幫你驅打呢啲敵人。第三，你唔需要怕，在你嘅一生一世，包括你去到天上嘅所有嘅恩典，都喺牧羊人嘅手上。OK， 好啦，呢啲羊咧好愚蠢嘅，佢哋真係咩都好溫順，但係咧咩嘢都唔識嘅，佢一定要依靠呢個牧羊人，佢必須一定要順服嗰個牧羊人嘅。所以牧羊人帶佢行，佢就行；叫佢企，佢就企；叫佢坐，佢就坐。當佢聽話嘅時候，佢順服呢個牧羊人咧，喺前面嘅路咧就好多青草、好多水、好多公羊、好多引導嘅。好啦，而家問題嚟啦，點解基督徒咧佢嘅屬靈生命幫佢嘅地上嘅生活時常有缺乏咧？點解佢冇呢種信心咧？點解佢冇呢一種牧羊人帶領進入呢個豐盛嘅喜樂咧？嗰個關鍵有邊度？你有冇信服？你有冇信靠？你嘅日常生活，當你遇到缺乏嘅時候，當你遇到考驗嘅時候，你要唔要攞起信靠耶和華嘅心？你要唔要繼續跪低落嚟祈禱？
相信呢，我哋信嗰位上帝呢，必會供應、引導、保護、帶領。你信唔信呢？信心呢，佢可以產生個好大嘅祝福嘅供應。當你信靠呢個牧羊人嘅時候呢，你嘅日常生活呢，你就會經歷，其實呢，佢會為你開路，佢會帶領你，佢會保守你。如果你時常依靠自己呢，你走嗰條路呢，嗰個係你自己預備嘅。但係你叫呢個牧羊人嚟帶領你呢，嗰條路呢係呢個牧羊人為你預備嘅。所以第一點好重要，你必須呢要好似一個順服嘅綿羊一樣，好單純嘅。每樣嘢叫你唔愛做呢樣嘢，你就冇去做；每樣嘢叫你坐低，你就坐低。做一個好單純、好謙卑嘅一個基督徒。神咁樣我就咁樣信。第二點呢，你知道呢啲羊群一齊呢，嗰啲野狼日日都想嚟到去食佢哋嘅，攻擊佢哋嘅。但係聖經呢，呢度描寫一幅圖畫好靚嘅。咩圖畫呢？你會想像夜晚嘅時候嗰啲羊群呢翻到去羊棚裏邊瞓覺呢，天係黑暗嘅，冇燈嘅。但係你會睇到周圍呢都有好多兩隻眼嘅燈光嘅，就係呢一群嘅野狼夜晚佢想呢靜悄悄地去攻擊、去吃這些羊群的。但是這些野狼呢，它攻擊不了這些羊群，因為有一個牧羊人在那邊。所以野狼看到這個牧羊人他只可以在外面觀望而已，但是他攻擊不到這個羊群的。所以意思說，今天呢，我們的生命有牧羊人帶領，我們有一場屬靈的征戰，敵人時常攻擊我們，敵人想叫我們的生命呢被偷竊、被殺害，對不對？但是呢，有主的同在，你是可以豐盛自由。雖然四圍仇敵圍繞我，但是主卻保護我，對不對？第三，在你的屬靈生命裏面也是富足的，你的喜樂平安，你永恆的所有的盼望都是被供應、被恩典所賜的。所以我們在地上生活，但是靈裏面已經在天上那種喜樂平安，那種愛都在我們的心裏面。為什麼你的心這樣枯燥、這樣鬱悶呢？為什麼你的心裏面活不出喜樂呢？你應該要學我們的講言，施比受更為有福。得福對不對？福杯滿溢嗎？他就是想選擇他的人生是福杯滿溢。為什麼？你拿一個杯子，你裝滿了水，如果你不倒出來，它永遠就是一杯水。這杯水久了呢，就會發臭有細菌，對不對？但是你願意倒出來讓人家喝，天上的水一直加，你就一直倒，所以它就一直流出來了，上面下來，然後一直流出來。所以你喝茶的時候喝完了那個服務員就會倒茶嘛，你永遠放這一杯，那個服務員看舀茶冇倒味嘅。所以福杯滿溢的意思呢，當牧羊人供應你了，你保住了，你有恩典了，你有了天上的盼望，接下來要做什麼？要常常去祝福別人，要常常去服侍，要常常去傳福音，要常常去禱告，對不對？看到人有需要，就想到傳福音給他，對不對？從亞伯拉罕的約就開始，神已經承諾，我一定會讓你的子孫，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豐盛的。但是你要做什麼？我祝福了你，你就要去祝福更多的人。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們來到教會，只求領受，但是他沒有求主我在教會能夠服侍什麼？主我能夠傳福音做什麼？我能夠在我的家裡面，我的恩賜是什麼？應該多求我能夠服侍什麼？我能夠祝福什麼？我的生命能夠影響誰？主我真的有錢，我有時間，我要探訪誰？主我的屋子很大間，我要開小組。主你給我位法，要這樣大輛的車，我要載人來教會，一直不斷求這一種呢，可以奉獻的，可以施出的，那麼神就在後面一直不斷的預備更好的給你，Amen。所以呢，大衛話說：我是
被满意的人生啊！让他走到最后的时候，他回头一望，哇，神的慈爱恩惠还在追随着我，对不对？不要时常追女孩子，追一下神的夫妻。Amen，Amen 啊！我也谢谢我们的讲员今天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的鼓励，对不对？啊，从保罗的经验啊，保罗从富有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他可以选择信主呢，啊，卑微自己，进入一个缺乏的一个人生，在人看来好像缺乏，在保罗的人生，他却是最丰盛的。因为他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他的灵里面富足，他活出神的使命，他的生命成为今天我们得救的一个榜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生最后要留下的就是成为别人的榜样，这个才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啊！我也是生存的价值啦。OK， 好了，谢谢我们的讲员，谢谢大家。记得今天呢，我们学习哈，要学习哈，信靠神要多一点去服侍。好了，我们唱一首诗歌来为教会祷告，为你的生命祷告。好如果你有缺乏的，如果是你在灵里面挣扎的，还是带着很多疑惑的等等，没有平安的，你都今天晚上可以边敬拜边赞美边祷告。像我们的黑娜这样跪下来祷告，主啊，你就是我的供应者，主啊，我要学习信靠你，主啊，让我得着你的福分，我要去传福音给别人。哈利路亚！每一次我们祷告敬拜的时候，神都在那边看顾我们，都想把最好的给我们，只是你没有向他求，你不知道你所信靠的那位牧羊人是谁。今天你就求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所有的丰盛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力量、恩典、平安、喜乐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公司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一无所缺，因为公司是神你的，你要来荣耀。主啊，我们愿意把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公司去到你的面前来祷告，因为你才是我们的大老板。因为所有的祝福，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你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那些做工的、服侍的，主啊，你的恩典、你的高莫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做一个好仆人，做一个好管家，让我们做一个神喜悦的一个工人。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活着的责任岗位，活着的神你的使命、你的意向。感谢主，带领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后代也起来敬畏耶和华，让我们全